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歡迎嚟過嘅 U 有日記頻道啊！周星馳咧喺功夫入邊講過一句經典，武功無堅不破，唯快。今日咧呢兩位主角絕對唔係假 boss 火雲邪神，佢哋係想入屋嘅啫。問題嚟啦，咁舊樓咪行樓梯咯，即係其他屋咪夾 lift 咯。咁點解偏偏唔咁樣做就要考時咩？2026年嘅5月1號，正值5月1號勞動節，咁好多人都係出街玩噶啦。咁咧喺眾目睽睽、光天化日之下，咁旺角上海街咧628號嘅外牆咧就上演咗一場真實版嘅 Spiderman 蜘蛛俠啊！咁兩名嘅男人咧一前一後咁樣喺個商鋪招牌咧就行鋼線，咁你都知道啦。咁旺角其實咧機械下密密雜雜噶，咁佢哋咧就唔係表演，又唔係拍戲。咁當然冇特技啦，係咪？又唔係拍 YouTube 啊，又唔係拍嗰啲無線嗰啲戲，又冇攝影師在場。咁佢哋嘅目的咧就係得一個擒窗入屋，咁都好常見啦。咁仲有一個白衣嘅男人咧就喺天台咧就做天文台。呢段片咧就由咧某一個人咧拍雞嘅，然後咧就撳上去 Facebook 嘅車 Cam L 群組，咁全港嘅網民咧嗰個炸晒開去噶啦，好多人都知道呢件事噶啦。我哋會追求真相，然後同大家深入探究議題，逐一分析。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影片，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好，馬上開始。條片咧大約係1分半啦。嗰日咧係正值晏晝，咁旺角嘅順海街咧係人都知道全港係最旺最多人嘅街角之一，旺角啊嘛，係咪？好多遊客都喺旺角嘅添。咁途人咧就擁擠車水馬龍，仲要係嗰日係5月1號喎。咁嗰日咧就628號嘅外牆基層嘅簷篷位置就出現咗嘅一個男人，佢咧梗唔係拍 YouTube，梗係冇任何安全裝備啦，係咪？咁啊徒手企喺簷篷邊，哇！咁觀眾咧嗰時就以為佢係咪嗰啲咩冷氣師傅嚟噶？咁唔係喎，緊接住又揀咗第二個男人出嚟喎，哇！呢兩個人係奇奇怪怪咁啊，一前一後咁樣沿住個簷篷。咁行向嗰啲旁邊嘅地鋪嘅黃色招牌，好似打機嗰啲嗰啲酷機馬里奧嗰啲咁周星馳咧就喺《狂霸虎劍周香》咧入邊講過，如果有人想殺我應該係發覺噶啦，唔係瞓醒覺先唔發覺嗰隻啊。咁就今次嘅戲碼咧就相反，呢兩位嘅師兄咧就冇理過其他嘅球人，咁球人為晒喺度咧就由球攞個手機拍個尾。佢嘅咧，梗係個冇夠啦，活在自己腦海中啊嘛。咁呢兩個咧喺5尺嘅招牌上邊咧就行走，就好似咧上演咗一場真實版嘅 Spiderman。佢哋咧就唔係叫威亞，佢哋係選擇走鋼線啦。咁最後咧就爬窗咧進入監位，成個過程咧又好鬼冷靜嘅，好似咧就個乜事都冇咁，係翻咗自己屋企啦。段片咧就影到隔籬大廈嘅天台咧，又揀咗第3個麻甩佬啦，又係着住白色衫，佢做乜嘢噶？咁咧就由天台咧就望到去樓下，好似及咧有冇人嚟咁。真係話啦，呢一場戲咧就至少有3個演員，唔係臨時演員啦。咁周星馳咧喺《住死所》入邊有講過，人生如戲，全靠演技。哇！但係睇嚟呢3個仁兄嘅演技咧，真係要去個機演藝學院度進修下，認真唔掂。段片放上網之後咧，網民嘅反應不一。我總結咗3個問題先啦。點解唔行樓梯啊？點解唔搭電梯啊？工資快有喎。咁網民嘅反應都一面倒，佢哋咧都係異口同聲話啦，哇，身有屎啊咁樣，應該咧擒出去避下。哇，正常人咧唔會咁做咯。咁有啲人一語中擊話，呢兩種嘅做法咧，就有以下呢2種可能嘅啫。第一可能性，租客咧又走去擴租，住客咧又走去俾屋主鎖咗門，又或者咧可能同佢嘅居屋 friend 嘈交啦，知呢啲咁嘅麻甩佬可能都有居屋 friend 噶嘛，咁佢又冇鎖匙喎，又入唔到去喎，咁種種嘅原因啦咁唯有爬窗入去啦。咁呢一種情況咧就唔涉及刑事嘅，咁不過咧真係如果受傷嘅話係我唔知即係邊個嘅責任啦，極之危險咯。第二呢一個就唔多講啦，警察而家查緊呢件事嘅。咁雖然今日係5月8號，我哋都唔多講評論啦。我哋作為普通市民，咁但係無論邊一個原因咧，咁周星馳喺功夫入邊仲有邊個？即係話香港呢類嘅真人 Spiderman 事件咧，咁其實真係好多嘅。咁呢一集咧係會有下文咧。而家咧，我哋要分析下先啦。第一個從法律層面嚟講先啦。
咁呢一樣嘢咧就唔涉及刑事，但係已經有一個叫法律風險啦。嗱，咁如果排除咗佢屋主嗰個情況啦，咁非法入屋涉嫌已經係觸犯咗盜竊罪條例啦。咁第11條入屋犯法罪，咁監個有你嘈啊，韞你14年啦吓，拜拜。第二啦，如果咧有窮火啟水，即使冇親自爬窗，都係一座窮犯嚟嘅，有可能咧講呢個串謀罪論處，唔係串謀詐騙嗰隻啊。第三，如果中途咧可能空中飛人咁樣失過啦，傷過求人，可能咧就疏忽到危害他人安全，呢個都唔知坐幾多年啦，你慢慢計啦你咁計你入屋犯法罪咧係最高14年。嗱，咁呢個補充翻先啦，咁希望佢哋真係鎖咗門爬窗咯。我覺得可能性低咯，3個麻甩佬住埋同一個界下嘅某一個室係咪？咁劏房哥噶嘛，咁呢一類嘅工作係好危險嘅。嗱，咁簷篷咧其實都係一啲布嚟嘅啫嘛，係咪？又或者其他嘅結構都唔係好實噶。咁簷篷咧唔覺意斷咗咧，招牌咧就冧咗落嚟咧，咁真係搞出人命啊！都唔知點樣咩啦你吓。咁如果身邊有咩朋友啊被鎖咗屋內咧，咪唔該勸下佢哋啊。咁解以下嘅熱線係啊。我覺得呢一件事最匪夷所思嘅地方咧，就唔係佢哋點樣爬窗，係佢哋咧就更勁過一個極點。我覺得佢哋都唔係第一次啦，係慣犯嚟噶啦，所以覺得呢件事係家常便飯咯，好正常。嗱，你哋覺得係咩原因咧？1、2、3、4，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周星馳都有講過，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人鹹魚有咩分別啊？唔知兩位仁兄嘅夢想係咪仲真人版 Spiderman 啦？如果係嘅話，香港係好歡迎你去演藝學院報班，再去電台部工作，就唔需要話去旺角嘅招牌度，即係行 catwalk 咁啊，行鋼線咯，貓都唔掂啦，係咪？去留言區留言一下啦，你哋有冇喺街上撞過啲離奇嘅事件呢？嗱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